今天我们利用早上的时间，师父来给各位讲一个公案，让你们可以参考，好不好？题目叫做离开位置，你是谁啊？以前有这么一个公案，山上的寺院有一头驴子，每天都在磨坊里面很辛苦的拉磨。天长日久呢，驴子渐渐厌倦了这种平淡的生活。他每天都在思维，要是能够出去见见外面的世界，不用再拉磨，那该有多好啊！不久呢，机会终于来了。有一个出家人要带着这只驴下山去驮东西了，去背东西，因此他兴奋不已。来到山下，僧人把东西放在驴子的背上，然后牵着它返回寺院。没想到路上的行人看到这只驴子的时候，都很虔诚地跪在两旁，对他顶礼膜拜啊。一开始这个驴子大惑不解，不知道人们为何要对自己叩头跪拜呢？他慌忙闪躲，可是一路上都是如此，驴子不禁飘飘然起来了。原来人们如此的崇拜我，当他再看见有人路过的时候，他就变成趾高气扬的站在马路中间，走起路来虎虎生风啊，腰杆瞬间就直了起来。回到寺院里面，驴子认为自己的身份是这么高贵，死活也不应该再拉磨了，不应该再拉这个石头了，只愿意接受人们的跪拜。出家人无奈，只好放他下山了。这驴子刚下山，就远远的看见一伙人敲锣打鼓迎面而来，心里想，一定是人们前来欢迎我。于是驴子就大摇大摆的站在马路中间，但是那是一对迎亲的队伍啊，要娶媳妇的一支队伍，却被这一头驴子拦住了气路。人们愤怒不已，棍棒交加，就抽打他。驴子仓皇的逃回到寺院里面，奄奄一息啊。他愤愤不平的告诉出家人，原来人心险恶啊！第一次下山的时候，人们都对我顶礼膜拜，可是今天他们竟对我狠下毒手啊！僧人叹息一声，果真是一头纯驴。那一天人们跪拜的是你背上所背的佛像，不是你呀。人生啊，最大的不幸就是不认识自己，离开的位置，自己什么都不是啊。每天我们都照镜子，但是我们在照的时候，你有问过自己一句话吗？你认识你自己吗？如果你拥有财富，别人崇拜的只是你的财富，不是你啊。但你会误会别人崇拜你。如果你拥有权力，别人崇拜的只是你的权力啊，不是你。如果你拥有的是美貌啊，别人崇拜的只是你一时的美貌，不是你。当你的财富、权力、美貌过了保质期了，你就会被抛弃了。别人崇拜的只是他们的需求，不是你呀。所以我们看清自己最重要。能力虽然很重要，可是有一样东西比能力更重要，那就是人品，是我们人类最高的协力呀，是人类能力施展的基础，是当今社会非常稀缺而珍贵的品质标签呢。我们做人实在，说话坦白，我们遵守道德，不去加害别人，我们诚心诚意的跟人交往，老实的念佛，老实的工作，老实说话。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内外一致，表里一如，那你这个人品就非常高尚。不管你多久，就算你往生了，大家还时时刻刻念念不忘，会惦记到你的。所以我们并不是凭借着外在的权利啦、财富啦、你的美貌啦，想说要赢得别人对你的崇拜。
我们应该要如何让自己的内心清净光明，念佛的信心能够坚定不移，然后发愿西方成就。你以后成佛了，那你能够导驾支行，广度十方一切众生。所以我们不要被外在的东西迷惑了，不要被外在颠倒了，我们应该要认清楚自己。这一点呢，提供给大家来参考。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